1999年，我項少龍乘坐時光機返去2000幾年前，去見證秦王登基嘅歷史時刻。可惜，真正嘅嬴政早已經死咗。為咗可以翻嚟現代，我選擇鋌而走險，將一個叫趙盤嘅少年扶植成秦王。呂不韋、嫪毐被剷除之後，趙盤從一個入世未深嘅少年，逐漸變成兇殘暴戾嘅秦王。從今以後，寡人要大秦嘅天下永存萬世，歲歲不休。當佢做咗大王之後，佢同我之間嘅信任亦都開始改變。我知道繼續留喺佢身邊，只會惹嚟殺身之禍。於是我就帶埋我屋企人逃離咸陽，過住隱世嘅生活。爹哋，做咩啊？我要改名啊！改名？好言唔係幾好，改咩名啊？我想好似大雕咁樣，自由自在喺天上面飛。我要叫做阿宇。項羽？你就係項羽？